今仔伫咧台中的西区第5市场，昨嘛是火烧，消防队内底有救出一个行动无方便的士大，加在送医了后是无大碍。另外，伫咧西屯的一栋大楼，透早嘛是着火，内底住户救出来人拢平安，这着火原因是搁爱调查。大火甲天色这甲刚刚规排的铁厝着火烧，消防人员赶紧抽水线转水降温。另外一边传出有行动不便的士大人，因为真惊吓，所以警消人员赶紧甲伊送病院。3月初5暗时11点外，台中市西区第5市场传出火烧，高烟直直冲出来，甚至阁传出爆炸的声音。消防人员出动10个单位去到现场抢救，也毋过因为铁厝的店面大多数拢烧牵连，阁加上建筑物伤旧啊，也互火势炭烧愈紧。因为它的夹层都是那种木造的夹层，所以它燃烧起来其实是2楼的部分它其实是都有燃烧的情况。是幸好说它16号旁边它是RC 的建筑物，所以那个建筑物是没有燃烧的。等到天光了后，受灾的店家登去到店面甲看，市场主治会表示，估计有12个单位受到影响，其中包括真侪有名的点心店。头家看到店面全乌有去，烦恼生意会受到影响。烧较较严重，规个拢烧较空个，全部拢爱停用啊。外面这店铺拢是做美食的较济啦吼。这个区块当然对市场包括讲中西区，包括这个周遭影响足大的。如果像安尼暂时无营业，这人潮每一天都减掉3成以上。另外，伫台中市西屯区中安路这栋大楼，3月初6透早5点外也传出火烧。着火的所在若像伫咧5楼，因为现场乌烟真高，6楼甲9楼也传出有人掉伫内底。我们在5楼有住户有一个已经跑出来了，那我们陪同他将他妈妈也带出后。消防人员赶紧将受困的民众送去病院，加在敢若小可砸着伤。2站火灾的原因，也阁需要火调单位后手继续调查确认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